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，总甲大家小解敏捷的敏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节，敏捷的节。这个节在咱的生活当中，特别是都会区，常常拢讲会到。伫台北、高雄，真侪人逐工拢是坐捷运上下班。这个节的意思就是讲骹手真紧的意思，像咱讲敏捷。另外一个音读做接，这个意思代表讲定定常在发生的代志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做接，这个意思就是定定事常常在常在常常，就是读做节，这个意思就变做是真简单、真敏捷。第二个词咱常常讲会到，这就是捷运，这是一款快速便利的大众运输工具，有专门的专用道，嘛有专门的路线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直接骑机车上班，也毋过这几天寒流一来，天气伤过寒，温度伤过低，伊就改坐捷运。今日小解这一日节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接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